拿着戏谱亲自监督，咬字不对，步伐错了，力求完美的郑荣兴立刻要求再来一遍，因为他深知台下扎实的10年功夫，才能够成就舞台上短暂绚丽的1分钟。郑荣兴从小在客家戏班长大，祖父是8音界有一代大师称号的陈庆松，可以同时吹上4把唢呐。5、6岁的他就跟着戏班四处巡演，敲扬琴、拉二胡都难不倒他。师大音乐研究所毕业后，他就到法国巴黎第3大学攻读音乐博士。之后不仅创办了荣兴客家采茶剧团，还2次获颁新传奖。不能距离实在太远啊。好，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哪怕我们来演三角采茶戏，我们也得要给它重新诠释。如果我们不给它重新诠释，那三角采茶戏没人看啊。所以我们剧团去演三角采茶戏，大家还是喜欢看，因为我可以用现代的方式来诠释。像是这一出客家大戏《仙游记》，演的是蓬莱八仙向瑶池金母祝寿的神仙故事。在注入郑荣兴改良客家戏的想法后，不止在表演上融入剧场概念，添加布景，在音乐也从很简单的乐器伴奏变成大型的国乐队。而这一出罗芳伯传奇更用舞蹈来呈现客家人从唐山漂洋过海到南洋的刻苦精神。看着学生粉墨登场，郑荣兴有说不出的感触，因为台湾戏曲人才越来越少，这群孩子就是传承的希望。请问有这么多京剧团吗？有这么多这个客家剧团吗？有这么多歌仔戏团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不训练，那就真的没有。舞台上只要沿着时代脉动，抓住悲喜交汇的感动瞬间，就能留住观众。而舞台下，郑荣兴创办的荣兴剧团也延续了客家精神。流着8音界的血液，涌着二胡扬琴的学养。舞台下沿袭传统，舞台上突破创新，荣耀客家，兴盛戏曲。遇见这样的郑荣兴，也遇见我的感动时刻。